继续来到花莲的玉里，发生一件车祸，一个太太准备要行过大交线，结果被一台轿车高速弄到，目前人昏迷，还伫咧加护病房。驾驶弄到人了后是做伊走，是警察伫咧车祸的现场发现一个拖车的钩仔的挂，才顺利查到这个轿车掠到驾驶，这个驾驶阁无驾照，已经向移送法办。 一个负责人出门准备要行过大9号线的时，一台白色轿车驶真紧，直接甲弄落，致使伊当摔在地。这个驾驶调输了后，无落车关心，车驶的做伊走。是一个来到花莲县玉里镇的车祸现场，被弄个83岁负责人鞋仔落伫涂骹，厝边隔壁知影了后，拢真烦恼。阿嬷还是我常常会来我们店里面，然后买东西。对啊，阿嬷人很好。这个负责人的伤势真严重，头壳重伤，骨盆毛骨折，目前还伫昏迷。加在肇事逃走的驾驶被抓到啊，证据就是白色拖车钩仔挂变成破案的线索，因为警方伫23事发了后，接到报案伫现场找到6支的挂。 经过比对车体特点、甲钩仔的形，锁定特定车款，一直追查4点钟内，伫富里万宁村找到车甲掠到65岁姓林的驾驶。驾驶承认肇事逃走，经过调查，伊是无驾驶执照。那经比对，该车缺少之拖车钩盖与查扣之证物吻合，全案询问后，依违反肇事逃逸罪，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姓林的驾驶无驾驶执照，佮赛车弄到人，佮肇事逃走，即马互抓到，爱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金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